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！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么小，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让我抱上我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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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，像你，像你一样俊俏。小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他吧。是。把孩子给我吧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因为孩子。因为想到孩子，想到孩子的将来一定比我更有福。哎呀，这世上谁人能比你更有福啊？啊？他们一定比我有福。待他们长大，大秦强盛，百姓富足，他们兄弟和睦相处，岂不比我更有福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带他回草原，我要教他骑马、牧羊、狩猎、征战。哈哈哈哈！我们一曲啊，又多了一位勇士。你要带他回草原？当然，他是未来的草原之王，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和权利，自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。跟我一起回草原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我跟你回草原做什么呢？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这话不错，在哪儿都是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可秦国是个大家，一曲草原相比，只是个小家。你让我扔下一个大家去管个小家，这总是不妥吧？或许你想说，我天资鲁钝，只可管理小家，没有管理大家的才能，还是你认定秦国这个大家与你、与我们儿子无关？怎能无关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大秦的太后，大秦天下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可是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回草原的呀。这么说起来，那就先不必了。不过，草原是秦国西北重地，这一阵子西戎的胡人经常对我草原骚扰，让我大秦西北疆土不得安宁。你也该率部去把那里的地鼠狐狸给捉干净。这话对我心思，我明日回营，带虎为他们出征。不嘛，我在想，这次最好能让魏冉和白起领兵与你一起去讨伐，试一试你们帮着练就的大秦骑兵。你们也可以向他们多学学阵仗武器，如何？我的女人果然与我一条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
寡人昨日去北郊军营验兵，真是阵马锋强，锐不可当啊！是啊，时经2年，大秦铁骑终于成军了。年前，司马将军攻取魏国蒲坂、晋阳、丰陵等城池，米荣将军夺取了韩国5岁。年后，义渠军又带着白起、魏冉荡平了西戎，而后挥师北上，从赵国手中夺回了我们的榆林之地。太后可喜可贺呀！自此以后，我秦军当横扫天下，威震中原。只是下一步，大秦该剑指何处？楚国。当初楚国趁我大秦内乱，拿走了我上庸之地，眼下是拿回来的时候了。母后说的在理，我们替楚国解了齐、魏、韩3国联合讨伐之围，楚王早就应该把上庸作为酬谢还给我们了。除此之外，从长远看，我们要一统天下的症结就在楚国。为何是楚国？楚国几代贤明君主开疆拓土，得国土5000里，几乎是列国的总和。气候温和，百姓富庶，带甲100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。大王，得楚地者，得天下。既然楚国地大物博，恐怕暂时秦国还不是楚国的对手。现今楚王昏聩，重用佞臣，逐客以资敌国，自内需而树怨于诸侯。所以楚国只是一只病老虎，外强中干并不可怕。只是老臣唯一担心的是太后因楚国是自己的母国而放弃机会。眼下我们与楚国定有盟约，如果开战师出无名，岂不被人指责毫无信义？这个太后放心，只要太后愿意，机会会有的。你看，自兰都已大婚，大王对他将来一点打算都没有。眼下看，尽管公子娶了秦国公主，但也难以动摇太子恒在大王心中的地位。为什么？我们自兰一表人才，怎么就比不上那个芈恒了？太子已立多年，尽管平庸，但从无大错。乍然要动储君地位，恐怕在朝堂上会引起内乱。晋大夫足智多谋，何事还能难倒你呀？唉，实在是有些无计可施啊。况且他人在咸阳做质子，规规矩矩，恭恭敬敬，想要挑他的不是，也无从下手啊。晋大夫，我记得你在秦国好像还有朋友，那个雍瑞不是和你还有些交情吗？何不让他想想办法？是啊，南侯莫急，容臣筹划筹划。客官慢用。太子，听说对面那家鸭子炖的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外面不要叫我太子。是。去吧。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昨日我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书信，说咸阳城有人知道了我楚国太子的身份，图谋勒索，要我当心。小二，打酒！打酒！放肆！这把短剑是谁的？是你爷爷我的。不服气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无视秦法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子想做什么做什么！
你能怎样？放开！哎，小北，闪开！你们几个竟敢跟我们动手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公子，姐姐，杀人了！武校尉被人杀了！快走！是我的。继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瑶儿早产，太医已经在里面了。王后还不到产期，怎么会突然早产？瑶儿听到了米怀出逃的消息，动了胎气。身边伺候的人呢？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的？奴婢不敢。王后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生了！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，王后生了一个小公子。恭喜太后得了一个嫡孙，大王得了一个嫡子。大王太后，王后产后血流不止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快进去，全力施救！务必要保住瑶儿的性命！去呀！王后怎么样了？王后她……快说呀！王后她不行了。瑶儿，继儿，大王，大王，产房不急，不能进去啊！继儿，母后。大王，不能啊！大王，别拦着他！太后，让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说说话。瑶儿，先生，雍大人和魏冉将军来了。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楚离子，坐。楚离子，太后和大王听说你贵体欠安，非常牵挂，特派我们俩前来探望，让大王和太后费心了。听说那楚王怀被抓回来了啊？是，在魏国边境上，那楚王怀穷途末路，先是到赵国，赵国不敢让他入境，后又到魏国，魏国也不肯接纳，随后就被魏冉将军的人马给追上了。这就是自作自受，破鼓万人锤
谁呀？你等何苦要如丧考妣呀？啊！老夫心中着实是欣慰的很呐。想当初，老夫曾与太后打赌，10年为期，恢复先惠文王之基业。这10年期还未到，大秦之盛况已远超先王之时。哼，老夫就算是即刻撒手人寰，也可效为先人了。楚离子乃大秦智囊，一向料事如神，不知对我等还有何嘱托？老夫曾嘲笑太后狂妄，可眼下老夫是真想看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那一日。要说嘱托，有2件事可放不下。对外，秦国的对手不多了，只4个字：若楚灭齐。对内，我们都知道有个雍城是大秦的心头之患。那义渠君为大秦立下大功，但他不服秦国律法，自行其事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。但如今太后摄政，我们想动他很难呐。既然朝廷上下都以默认嬴福为我大秦嬴氏血统，那义渠君作为他的生父，就算继续留在宫中，恐怕也无人敢公开指手画脚。更何况，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，如硬要大王动手，恐怕……老夫不是说让大王动手，是要提防着有一日那义渠人先动手。楚离子的意思是，义渠人会反。那义渠人天性强悍，胆大妄为，近来又有愈演愈烈的苗头。大王已经承认了，早晚要亲政。待大王自掌权柄，号令天下之时，只怕那义渠人会变本加厉，不听调教，内乱回国。这大秦将有阴难。楚离子之嘱托事关重大，我等不得不未雨绸缪。楚离子的后事安排得如何了？都已安排妥当，以国相葬，后续嫁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楚离子已过世，但国相之位悬而未定，不知雍大人对相位是否有意？谢太后厚爱，但老臣老迈了，
太后不如提携一个风华正茂的人才。雍大人，心中可有人选？微臣看，魏冉将军文韬武略，智明勇功，最合适不过。举贤不避亲嘛。对了，太后是否听说楚王怀没了？何时的事情？自从将他捉回咸阳，米怀就一直是泱泱不乐。前几日突然不肯进食，太医院派人看过，说是肝郁气滞之症。昨日病故了。米怀昏聩，却恋故土，一心想回郢都去复位，就把他送回楚国吧。是。说起楚国，不知雍大人有何打算？当日我让白起和米荣在楚国撤兵，是因为楚国刚刚立了新君，上下一心，士气大振。伐楚久攻不下，拖延下去，大量将士滞留楚国，开销庞大，收获却甚微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提出了改灭楚为弱楚。太后所言甚是。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快速灭楚的机会，倒不如暂时退一步。初离子临终前曾留下4个字：是弱楚灭齐。眼下楚国势微，其余5国中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只剩下齐国了。齐王向来贪暴不义，他刚刚灭了宋国，至交意满，招得诸国愤恨。燕国与齐国素有血仇，而秦国与燕国历来交好。派人去告诉孟嬴和燕昭王，就说我大秦愿意出面，联合燕赵魏韩，共同伐齐。是。这么多年，孟嬴和苏秦一直郎有情，妾有意。当年未能成全他们2人，难免心里愧疚。灭齐是他们2人终身的夙愿。这次联合燕国讨伐齐国，先不要说对我大秦有何好处，我是该先还他们一个人情了。听说初离子临终时，还有一事搁放不下。太后该知道是什么事。初离子过虑了，亲情和时间是能化解一切的。那此次征讨齐国义渠的人马，让他们也加入，要一视同仁。公元前284年，燕、秦、赵、韩、魏5国伐齐，连下齐国70余城，势如破竹。联军攻入临淄，齐王被杀。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，国土尽丧。各位爱卿，齐国亡了。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！分这么点儿，哪够我们用的？就是。这次讨伐，朝廷论功行赏，该封的封，该赏的赏，唯独落下咱们一局。太后不是赏了我们金玉器吗？还有酒水、腌肉，还赏给咱们大王4座城池呢。你们2个小子，是不是在咸阳城娶了媳妇儿，成了家，这胳膊肘就往外拐，替秦人说话？看清楚点，这是咸阳城，义渠草原才是你们的家呢。这些年，咱们义渠多少兄弟都在这儿成了家，谁能分得那么清楚啊？老子就分得清楚，朝廷就赐这么点东西给咱们，打发他娘的要饭的呢。咱们这些年为大秦拿下了多少城池？且不说这次伐齐，上次攻打韩国、魏国，咱们义渠兵马可是立下了大功。哼！我看那魏然当了国相，白起是大良造，嘿嘿，就连那没打过几次仗的闵荣都是华阳君，又封了个新城君。咱们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？有个屁！对呀，
卖命的时候想着我们，等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撂到最后。怎么我们的脑袋比别人的便宜啊？对，这太后待人有厚有薄啊，不公平。这他娘的是酒吧都酸了，拿着麻将糊弄老子，娘的！将军，你消消气儿，我到咸阳城再给你弄点好酒好肉来啊！将军。哎，这不现成的吗？哎，站住！哎，将军，站住！停车！停车！站住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是太后犒劳新成军手下将士的酒水和腌肉。什么新成军？不就是米荣那小子吗？你们不行，滚开！啊，将军不可！将军，好酒，这才是好酒呢！哥儿几个，把这酒都弄咱们一区大营去！快！将军不可！闪开！你爷爷撕巴了你！走！帮忙，将军！是，快走！把货拉走！公开滋事，竟然强行夺取朝廷劳军的车马，简直是目无王法！我看此事，你可以这么办：你去找米荣将军，随他一起去宫里向大王禀报。米荣将军？对呀，他们抢的不是太后犒劳给米荣将军的酒水和腌肉吗？哎，您看看，多好啊！好啊！就这2张狼皮，别的没有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就拿这2张臭烘烘的狼皮来换我这锦缎，这不行啊！我这锦缎很贵的。什么贵？2张狼皮换1匹锦缎，在我们草原都是这么换的。哎，我说你个奸商，你要是敢耍滑头的话，打你啊！哎，你别走！我先看你啊！这是咸阳，不是你们一区，这里可是讲秦法的地方，不给钱休想拿走我们的锦缎！哎，你个臭娘们儿！将军，这俩人蛮横不讲理，咱不要了。这是咸阳城，钱早就货不整理，这看来不起。你把我锦缎，你别走！你把我锦缎弄破了！你分明是有意把我的锦缎弄破了！你赔我钱！赔我钱呢！你这奸商故意损坏锦缎，想讹诈我们！别看我们将军老实，就可真有你们讹诈，听见没有？不是，你别走！走啊！赔钱！不撒，撒不撒？不撒！不赔钱！赔钱！赔我的钱！赔我的锦缎！你们不赔钱！还敢在关城门前出城赔钱呢你！你撒手就第二去！你别走！别走！赔钱呐！赔钱！将军，别走！别走，人就出事了！哎！走！怎么了？小明，快起来呀！你没事吧？杀人了！一群人杀人了！走，快点！是有人在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别动！大王有令，不管何人触犯秦法，一律依法严办。魏将军，走吧。义渠君，义渠君有事召寡人。不错。何事？我手下有几个将士，在街市上误伤了人，被廷尉抓走了。
其中有个上将军叫虎威，你知道，他是我义渠的勇士，战功累累。我刚刚派人去接，廷尉不肯放人，说这都是你的吩咐。虎威等人违法乱纪，在秦国之内，任何人都要遵守秦法，就算是寡人身边的人，也不例外。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以往犯了过错，大营派去接人，只要交了赎金，便可无事。为何这次不放人？莫非你是故意为难我？若只是普通的惹是生非，自然交了赎金便可。可虎威在街市上强买强卖，商家不从便伤人致死，寡人只能依照大秦的法度行事。哼，好，我今日倒要听听你如何行事啊！杀人偿命，偿命！一个街边的小贩，怎么可能让我义渠的勇士去为他抵命呢？不管任何人，都是我大秦的子民。寡人身为秦王，就要为他们做主。看来你是不肯放人了。不错，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大秦的律法。刚长毛的小狗崽子就要呲牙了。听好了，我是看在你母后的份上，我才对你容忍再三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寡人才是看在母后的份上，对你再三容忍。你可明白，这里是大秦，不是义渠，这里我说了才算。虎威触犯秦法，他是死定了。寡人即刻下旨，让廷尉府议罪。你说了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是我让你做了这个秦王，你才能做这个秦王。如果我说个不字，你立刻就得从这个王位上给我滚下去。真是天大的笑话！我乃嬴氏王族，继承祖业，岂是要你的允许？继承祖业？继承祖业，这才是天大的笑话！是我这个继父鼎力相助，才把你送上王位。如果没有我，你都不知道你祖宗是谁！放肆！我生父乃先惠文王，一个夷狄之辈，也敢自称为父？我与你母后拜过长生天，祭过祖宗，成过亲。你母后嫁我为父，我们自然是一家人。你这些年，我真的是有心把你当成家人，视为己出。可惜呀，你是个养不熟的畜生。既然你视我为外人，我也不想与你亲近。你想从我们这个家里走出去，好，那就各立各的营帐吧。你的家，嫁你为父，你疯了吗你？不信你去问问你母后啊！你。我们在楚国的谈报还说，芈衡听信晋上等人的谗言，不顾黄歇的劝阻，再一次流放了屈子。眼下，楚国已派使臣来到咸阳。母后，继儿，怎么了？你们都先退下吧。是。怎么了，继儿？母后，你和义渠君他……义渠君如何？您是父王的妃子，大秦的太后。可那个戎狄蛮子，他竟敢说你已经跟他拜过祖先，正式嫁他为妇。哎，你这么着急赶过来，我还当是发生什么事了呢。坐下说吧。母后，先喝口水。母后，您说呀。我和义渠君的确举行过义渠的婚礼，
你是秦国的太后啊！我知道，世人眼中太后可以养男宠，却不可以再嫁人，所以我也没打算昭示天下。那你为什么非要与她正式婚嫁？因为那时我有了福儿，我不想让福儿做私生子。另外，我也想有个家。就是因为这个？对，就这么简单。可他不这么想。那个戎狄蛮子因为你嫁给他，便把整个大秦也看作是他的囊中之物。不会，他不过是跟你说说气话罢了。母后，姬儿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这是因小失大。那依你看，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？母后，您不是普通的妇人，您是大秦的太后，您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。可母亲想要的东西，却是可望不可及。您说什么？可望不可及？您一直想要的，不就是天下吗？有一日，王儿定将整个天下亲手献于母后。看来，你的确是不明白。走，母亲带你去个地方。原来这个院子竟如此局促，可不是吗？转眼这都快20年了。这里面怎么会如此昏暗？粗鲁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母亲刚进秦宫时的家。后来母亲有了身孕，你父王就要母亲从这里搬出去了。这里这么局促狭小，怎好住人？我与你冉舅舅、葵婆婆，还有香儿、慧儿，我们就住在这儿。我们一无所有，却很温馨。秦宫里有的是宽屋大厦，母后为何要住在这么僻静狭小的院落里呢？因为母亲并不想过宫里人的日子。我原本打算着，有朝一日要轻轻松松地出宫，做个无牵无挂的人。出宫？对母亲来讲，无论是清贫还是富贵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有一个疼自己、疼孩儿的夫君。难道父王不是母后的意中人？进了秦宫，一切都变得身不由己。但母亲的确是因为有了你，才决定留在这后宫当中的。那母后究竟属于何人？皇歇？皇叔父可是母后的情之所钟。你皇叔父，论情，子歇该是母亲终身的心上人。但母亲与他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。如今，他只是母亲的至亲。可不管是谁，都不该是那个义渠君。母后为何会倾心于那个戎狄蛮子？义渠君是个好男人，有情有义，侠骨柔肠。错不在义渠君，那错在谁？难道错在母后？母亲也没错，错就错在母亲的身份。这身份让母亲想做一个普通女子而不能。
继儿，这些你都懂吗？孩儿不懂。你没有经历过母亲的遭际，自然不会懂母亲。你若要责怪，就怪母亲做了太后，仍难舍一个普通女子的初衷。这初衷，对外人是小，对母亲是大。对外人是可有可无，可对母亲来讲，却是取暖的炭火。假如为了秦国的社稷，面对大秦的社稷，母亲仍然是个女人。即便母亲与那个戎狄论过婚嫁，天下人妻无数，可大秦只有您一个太后。孩儿是怕，倘若有一日为了秦国，母后不得不做取舍。不会，不会有那一日的。太后，义渠君来了。义渠君口干舌燥的，你们去给他温一壶酒吧。是。你午后去哪儿了？我到处找你找不到。我带继儿去了会院。你躲我？你为何要对他说那番话？有些事情你知我知就够了，何必故意去激他？对他说了又如何？他是秦王，得敢做敢当。哼，他不认我这个父亲倒也罢了，他竟然说他是因为继承祖业才做了这个秦王。这大秦天下与我这夷狄之辈根本无关。你们两人针锋相对，明明是一家人，却要搞得剑拔弩张，何必呢？他眼中早就没有你我了。他当上了秦王，他以为他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，颐指气使。好啊，既然他长大了，娶妻生子了，你我算是对他仁至义尽了。我们跟他分账吧。什么分账？分开过。按照草原的规矩，孩子长大了就要分给他牛马财物跟人手，让他出去另立一个营帐。你我也不让他吃亏。嬴稷登基的时候，秦国有多少土地，就给他多少土地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楚国，还有自韩赵魏等国取得的100余座城池，都不给继儿？那些城池都是你我及兄弟们打下来的，与这小儿何干？不可以分账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义渠君，这么多年，我们既是家人，又是君臣。论君臣，我和继儿，因为有你等臣子帮衬，才能共治天下，才有了今日大秦的强盛。论家人，我们如十指攥在一起，才能松萝共倚，同舟共济。若照你这么分账，就会变得不堪一击。这么多年，你和继儿虽有龃龉，但总算是相安无事，怎么能说分就分，说拆就拆了呢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总巴望着至亲骨肉都能聚在一块儿。月儿，你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说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说过你吗？我管过你吗？可眼下不是我要分了这情分，是你儿子嬴稷先动了手，他容不下我。
有一日他也会容不下福儿。在他的眼里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你先让一步，我也会劝继儿让步。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，你也别太执拗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份上。恐怕这件事情你已经管不了了。你让我试试，好吗？